嘛，这个南韩闪电式戒严搁戒严，当咧访问邦交国的总统赖清德，行程无受到影响。国安局讲，昨暝第一时间就甲证据报告总统。总统府行政院外交部嘛快速来发声明，呼吁国人放心。不过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第一时间抛出一篇文章，是引发到争议。 南韩宣布戒严了后第5点钟，总统赖清德当准备离开友邦马绍尔群岛，凡是是因为发生戒严的起落时间点改表，赖清德用手策划，佮写批要贡献给世界。在项目期前往后一站托瓦路，总行程并无受到南韩戒严的波动影响。我们要关心留在南韩的国人人身安全。 民主是台湾得来不易的珍贵价值。国安团队在第一时间已经把相关的状况有跟总统做呈报，那总统也做了指示，希望国安团队可以继续的来掌握相关朝鲜半岛的情势。 来整理时间点，台湾时间12月3暗时10点半，南韩总统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，过14分钟，总统府就发表声明，讲已经得到国安团队汇报。10点52分，外交部嘛回应，有向东北党总统驻访部长林佳龙报告。11点27分，行政呼吁民众放心，强调拢有确保安全的市民。 到上这边是史上上帝戒严，民进党立院党团官方网站锁定了第一时间抛出这篇文章。大省是主管认同尹锡悦所讲的，国回扣亲北韩势力控制，虽然搁来咱台湾立法院和南北阵营共同的争议，就要搁骄傲讲，身为亲台湾，每一分一秒拢伫咧抵抗黑暗势力。这段言论虽叫大家美甲无力。全世界只有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。 在第一时间来肯定这样的一个贪污腐化的政府，诚如赖清德心里想的，用青鸟来恐吓国会，随即有删文撤下，这就表达民进党团正式的立场。我们不应去过度的评论他国的内政。 答应会严格检讨社群网络媒体普遍作业，不过民进党详细的声明态度嘛是硬扁扁，要求在野党爱站责，无好好收尾，颠倒互人看袂落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